之前就行路都唔穩咧，攞拐杖嚟幫咁。嚟咗你哋呢度之後，好有信心咯，行路。痛症係主要膝頭角右邊，10年有多啦。之前就腫啦、痛咯，即係喺呢個位度咧，會咁，譬如咁樣都唔得咯。即係行路都唔穩咧，攞拐杖嚟幫咁，所以我係成日跌倒嘅。有一次買完嘢跌咗喺度，俾人 call 咗白車去醫院啦。你睇下我跌啦，我以前會跑步嗰啲咯，咁跑步唔得啦，即係上樓梯唔得啦，直頭跑幾下已經覺得好痛好痛，咁就放棄咗啦。越嚟越嚴重，消炎止痛嗰啲幫助唔大咯。佢話你仲行得，唔打算幫你做手術。好想去面對呢件事，睇下有冇辦法解決，幫我。咁直到我睇到你哋二話不說就即刻帶埋嚟，第3個月開始輕鬆啲咯。我對治療師好有信心嘅，好努力咁樣幫我，希望我好得返咁樣。踎低嘅情況比以前好咗，上落樓梯都得，都冇再用拐杖啦。其實我嚟咗你哋呢度之後，冇喺街度跌親過，好有信心咯，行路。如果10分滿分，我會俾9分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